大家好，今日我會為同學介紹清朝嘅林則徐。林則徐生於乾隆50年，出生地係福建省福州府侯官縣。嘉慶16年加入官場，出任翰林院庶吉士，為官40年，歷任多個重要職位。道光30年喺潮州普寧縣因病逝世，晉贈太子太傅。父親林彬日係老師，對林則徐教導有方。林則徐4歲嘅時候隨父親入課室學識字，7歲嘅時候已經熟練文體。喺8、9歲嘅時候喺課堂上寫出海島無涯天作岸，山登絕頂我為峰，技驚四座，反映出林則徐童年天才橫溢。林則徐14歲考取秀才資格，喺當時嚟講，每屆福州都會有成萬幾個考生嚟到去選嘅，而佢以咁小嘅年紀就能夠考到，而且取得按手名列前茅嘅成績，係實在難得。而當時係18世紀中期，清朝同外國進行貿易，而大部分情況之下都係外國買我哋中國嘅貨品，我哋中國好少買外國貨品，所以出現咗嚴重嘅貿易逆差。咁而當時嘅英國為咗要彌補呢一個貿易逆差，就決定向中國走私印度生產嘅鴉片。道光18年，林則徐向呢一個嘅道光皇帝上書，認為咧我哋係應該要嚴禁呢個鴉片，而道光皇帝亦都任命咗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州禁煙。雖然當時遇到阻力重重，但係佢仍然堅持執行禁煙嘅政策，迫使呢一個英國商人交出2萬多箱鴉片，並喺府門咧將佢哋燒毀。喺燒毀鴉片嘅時候，當時民眾大聲高呼欽差大人萬歲，但係喺當時嘅英國商人眼中，呢種係極具侮辱嘅行為，因此而引發咗鴉片戰爭。而喺1840年至1842年呢一段期間，清政府喺鴉片戰爭當中節節敗退，最終喺1842年被迫簽署呢一個南京條約。林則徐要承擔鴉片戰爭失敗嘅責任，而被革職，被貶往新疆伊犁地區。佢喺嗰個地方仍然好努力咁工作，鞏固邊防。佢首先亦都解決咗軍餉同埋糧食嘅問題，做好屯田呢一個關鍵工作。而當時亦都喺嗰度興修水利，開墾荒地，擴展邊疆地區嘅農業生產。喺過程當中，佢亦都進行水利工程，推廣坎宜井法。喺2006年，坎宜井地下水利工程被國家嘅文物局列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林則徐亦都編撰咗一部《基輔水利儀》嘅水利工程專書，亦都討論咗基輔地區，即係北京同佢周邊嘅地區嘅水利問題同埋解決方案。當中咧提出咗許多關於水利工程嘅建議，旨在改善當地嘅水利狀況，防止洪水同埋乾旱等自然災害。2019年12月，國家水利部公布咗第一批12位歷史治水名人，其中就有林則徐份。林則徐亦都曾經寫下好多名句，好似呢一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堅立千仞，無欲則剛。相信大家經過聖安多尼學校都會見到佢哋門口就係刻咗呢4句嘅句語。呢4句句語就係佢喺1839年去呢一個廣東查禁鴉片時所寫嘅對聯，表達咗佢對人生哲學同埋治國嘅理念。呢2句話反映咗林則徐對於包容、無私、堅毅嘅價值觀，對後世有深遠嘅影響。林則徐嘅另外一句名句係：久離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意思就係如果對國家有利嘅，佢可以不顧生死咁去做，唔通會因為有禍而躲避，有福就迎，想佢接受咩？呢一句係佢喺1841年被流放伊犁嘅時候
寫俾家人嘅一首詩。當中其中嘅呢兩句就表達咗佢為咗國家利益而不畏艱難嘅決心。林則徐被流放期間依然關心國家安危，呢種愛國精神同埋無私奉獻嘅決心，對後世嘅人有住深遠嘅啟示。